伫咧宜兰的大溪有一个所在，清朝时代当地人拢讲号做番挂田，才有一间80外栋的老厝，是由家阿嬷的起家厝。哦，阮阿嬷对阮足好诶，啊，阮规家伙啊吼，都是以阿嬷为中心。阿嬷嘛知影讲，伊的青春少年拢去遮，啊，伊早遮是牛条，伊差不多20岁的时阵，就嫁来遮的时阵，就已经对遮有感情。后来厝里的囡仔渐渐大汉，一个一个出外打拼，厝里的人愈来愈少，一间老厝嘛安尼渐渐啊拍远去。我想讲阿嬷有一间旧厝，是毋是讲甲阿嬷每一个会使练歌，还佫会使唱歌的所在？阿嬷有讲真好啊，无这旧厝也无用啊，啊若定定无用，厝尾顶就会放去啊，啊有人有行去啊，就留落来。一直到11当前，这间厝的查某孙带着对老厝的感情，回来到这，伊想要做一寡代志，互这间陪伴规家伙仔大汉的老厝，搁再充满大家笑声。嘿，阿嬷的房间真下，啊，伊当阵哦，搁无内底，还搁甲迄隔间搁隔起来，所以搁较细，我都甲改造会使厨师啊，还搁分堂啦，还搁会使食物件的所在，所以有一个围炉去食。所以咧，希望讲吼，大家人吼，有闲嘛是安尼围起来吼，去阿嬷困的所在，啊，搁来讲故事。强要互人放袂记的老厝，经过整理了后，已经真久无开过的大门又搁重新拍开，愈来愈侪人来到这个草地所在，行入来感受这间老厝无同款的古早味。到底这间新的老厝有啥物特别的气味，互大家来过得着呢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这是台湾款》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咱常常听人伫咧讲，这出门有4只西，讲行东行西，看东看西，买东买西，还佫有食东食西。咱真侪观众朋友伫咧休困的时阵，会去台湾各地头去行搭。不过要去行搭这个所在，常常已经无符合讲这是一个观光客要去的所在哦。真侪人想要体验在地，深入在地，了解着在地。也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客厅要来开讲。头先先来欢迎是咱的大溪少女传奇，还有咱的少年阿公朱伟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公妈，咱是关心台湾的社会，为地方传统挂记未来。大家好啦吼，我是电脑带老外洗菜机的少年阿公。啊，我就是爱听故事、写作歌的神理啦。其实恁2个吼，拢是宜兰在地囡仔嘛。是大溪。大溪啊，你咧？宜兰市。哦，宜兰市，这是小隔壁尔嘛。隔壁。小隔壁尔。因为恁进前敢有去外地读册过无？其实我高中才出去，高中南理，还搁去宜兰的所在。啊，读完3年了，就考调咱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明传大学。对。啊，就去遐读差不多4、5年啊。对啊。其实阮这宜兰大汉的囡仔，其实种侪啲真较大汉的囡仔，拢会想讲吼，咱若是迄个高中了，咱就考试了，紧的选择选较远的。我讲的啊。对，到嘉义市中正大学啦。去遐读册了，其实嘛想讲，咱拢感觉讲无出去过，进前拢感觉讲外国的月亮较圆啦，较圆啦吼。嘿，啊，其实咱去即个外口嘛无，咱的月娘嘛无讲无圆啦吼。嘿，所以变咱去嘉义读册，佮去澳洲啊，佮去日本遐，去working holiday啦。所以你是随当去宜兰食头路先？其实我差不多大学3年的时阵，我就开始想家己的头路，到底是要去继续读册，还是要来出来转来做工课？啊，后来我就归去，因为我拄好读的是大众传播学系，我就问我的教授，请问一下，我是要继续读，还是转来厝安尼做工课？伊就讲，其实你这个这个科系吼，其实伊是重这个资历，唔是重这个学历。嘿，啊，所以我就听有意思啊。我等我规气先出社会来走总。嘿，啊，结果我就想讲，啊，无就直接转来厝的宜兰，因为宜兰吼，就是我的家乡。转来厝的，就是要来教音乐，就是家己爱唱歌。嘿，啊，迄当初有3个工课。在做就是广播，加迄个教音乐，还有迄个唱歌。对，啊，安尼少年宫啊，你咧？
毕业了，查甫做兵嘛吼嘿，做兵了，其实嘛有去一寡农业协会去做行销啦。因为毕竟我是读行销出身的啦。了是其实嘛想讲，其实咱做行销，咱咧推广咱台湾农业，外国人来台湾会观光的时阵，会记得去农村，去找遮的农场，去遮体验一下安尼。当时想讲，其实咱嘛是只去食头路。但是咧行销做久了，咱讲把农场足水足好的，去遐佚佗的时阵，我发现讲吼，其实我无种田嘞。差一撮撮啊。嘿，敢若咱嘛是爱种田，才来平衡一个讲虚实整合这安尼啦。真正有参与过讲的物件，才有这类。对，所以转来种田。种田安尼先借问一下，种田恁当敢有地头互你种啊？阮种家己的菜。所以是参教阿公就对啦。因爸爸迄边是拢无啊啦，拄好就是我这边迄当中都是欠人工，我都问讲，恁若有兴趣哦，你要来阮兜这个田哦，斗相共无？伊嘛去当阵哦，甲迄个亲高啊，迄个赖青松大哥啊，拢有斗相共什么小农应援团，伊都拢有足侪经验的，伊就讲好，我要来拍拼一分地就好。宜兰市主要就是有迄个什么某某工厂通设计，以外还有啥物？我嘛讲什么打开春运转，还有啥生理都在食，还有音乐，还有看山，还会使看到海，10分钟到山到海，所以咱这打开吼，真正上好风水都去食。对啊，一句话讲吼，要行在地生活的文化，上直接就洗菜市啊啦。其实咱这菜市啊是伫咱宜兰车头前，算咱宜兰县内底上大的一个菜市啊，叫南北馆。拄好我遐出世，我遐大汉的。所以真侪人对我来洗菜市啊，感觉讲转来阮兜洗菜市啊，迄种感觉。其实咱遮有足侪遮的时代，咱以早农村拍拼了，来到遮做一寡生意，就调迄遮了，2代3代100年。哇！这菜市有足侪故事的，足侪农产品的，足侪手工做的一寡好食的物件。过来是甲你解说了，你通了解讲这个职人，因兜的一世人做啥物生活的时阵，哇！这足侪故事的。楼顶还有一个庙啦吼，如果你也是需要讲哦看山啊，还是讲囡仔平安好有趣，那会知影讲迄个。菜市啊顶路吼，有一个庙伫顶头安尼啦吼，一只故事爱需要人甲你解说，甲你导览安尼啦。需要导览了对啊。所以其实你迄时阵等到宜兰了后，先过来问一个问题吼，你是大溪囡仔，你是宜兰市的囡仔，其实宜兰就是好山好水，物件真济，物件真济啦，用宜兰听个真济啦吼。物件真济的时阵啊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大溪啊？为什么要用阿嬷的老厝？因为迄当阵就是先写一条歌，叫做《大溪阿嬷》，叫电视台听到，伊就来翕了就讲其实我嘛足久无转来阮阿嬷的旧厝啊，因为我差不多高中毕业了后，高中直读册啊，我都无时间会使去阿嬷旧厝遐耍啊，遐真好去米烧炊，遐嘛敢若鬼屋哦，我嘛会惊惊，真正。有人有精力，有人有行去，厝尾顶都袂放去，就去遐耍音乐。迄当阵吼，宜兰的国乐、丝竹乐、品啊、下弦啊，我耍的是扬琴，去遐同齐真侪人拢一时都组团啊，去遐耍老音乐，去旧厝下骹，就真侪人听着，真侪人爱，就愈来愈侪人甲阮分享故事去内底。在迄个所在，变讲是你规个即款，比如讲社区总体用者，还是讲地方这分创，是你加入迄个所在据点就对了。对，慢慢做起来啊，对。你因为你进前是学农地，搁做学行销，为啥你无做甲农业相关，转到来做菜市啊？其实我进前嘛是，我去为日本转来了，我嘛是想转去大溪，伫遐种田，爸爸还无用的田嘛，就去遐讲20-30冬无人使用啊。无咱这少年仔有较久来者，咱来种者学经验，种的过程真正发现讲农业是真好耍的时阵，我当阵就带一寡外国人啊，都市来的少年仔囡仔来做实农体验啊。体验的过程呢，因就甲我讲，伊感觉农业离生活足远的。足远的。为什么足远？就讲台北也无田互你种啊，就感觉讲真正农业伫咱身躯边，共足远安尼。但是咱后来咧想，咱其实咱想要互农业较好趣味的代志，互更加侪都市人拢通来甲咱同齐来参与的时阵，我发现讲吼，咱换一个头壳想者，农业虽然拢伫农村种植安尼啦吼，其实上重要是咱拢上尾拢送喺都市的菜市仔内底去卖。安尼咱想看，咱来伫都市内底，你想讲农业上有这个气氛的所在，原来菜市仔就係这个所在啊。大都市内底嘛有菜市啊，咱就带都市人先来踅菜市啊，了解农业甲生活的关系，所以拄好我嘛菜市仔大汉的。
咱才知影安怎讲数据的变化的时阵，哇，原来这都是咱都市人的入口安尼啦。对。也既然讲到这是一个都市的入口，要熟悉一个在地文化，一个上较重要入口，就是对咱家己生活身躯边开始了解咱家己啦。那如果讲你若是真正无法度了解家己的时阵吼，会当去宜兰找因佚佗吼，就是照因的案例咧，当了解讲，要安怎来熟悉家己这个在地吼。也先女啊，咱个的少年宫啊吼，伫咧在地所在拍拼，其实有真侪点点滴滴是咱唔知，咱小休困一下，但确定啊，听因继续来讲。今日来宾主位对无？嘿，这少年宫啊，你穿的这敢是恁的宜兰款？哦，为什么要安尼穿啦？吼，其实阮去日本的时阵就发现讲，咱讲迄个和服，你直接想到迄就是日本的传统的衫。啊，你讲迄牛仔衫、牛仔裤衫，迄就是美国嘛、美西嘛。啊，咱台湾这传统的衫是要穿啥？我伫做田的时阵，我想讲，对啊，咱台湾的这做田人到底咧穿啥时阵？想有一天吼，发现讲我隔壁阿公就是安尼穿，穿这特色，啊平常时是白色的，啊咱在少年啊，搁会较文青者了，变一款蓝色了，爱过穿西装裤，重点西装裤裤脚爱闭起来，啊，搁这个去庙拜拜有这个帽啊嘛吼，啊这个吉仔安尼，上重要是这个衬托想要介绍一下吼。这个衬托呢，其实迄当阵因为我拢带外国人踅菜市啊的时阵，我就介绍吼，一个荷兰的朋友介绍讲吼，其实咱真侪荷兰的人吼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拢甲我讲吼，咱这个衬托甲因有关系。为什么咱甲伊有关系？哦，其实迄个咱真侪阿公会穿这，重点是这吼会较足侪空，迄行路较袂跋倒，因为袂跋倒安尼最简单尔。嘿，啊，荷兰的人讲，咱这个色甲因共款的，拢是这个 orange 啦吼，橘色的。为什么是 orange？因为原来因咧依照一个国王伊的名叫 Orange， 是要甲字，嘿，奥兰字吼，要甲纪念安尼。啊，佮甲我讲吼，你看恁遮衬托顶头一个 logo， 这搭一个国家的国旗啦吼，顶头红的，中白较蓝的，这拄好嘛荷兰的国旗。哦，安尼才拄好，那才拄好。我就为着要找这个答案嘛，找到打鼓也未答案嘛，也未找到。但是重点我大概解说的时候，经常甲我讲吼，哦，恁台湾以早伫Formosa时阵吼，迄个葡萄牙的时阵，可能讲伊 Beautiful Island， 吼，伊拉 Formosa 开始讲西班牙、荷兰、日本、美国，拢来甲咱台湾，想甲咱生活。当咱南岛语族佮甲咱讲吼，哦，恁的祖先伫台湾呢。哦，其实咱台湾真早就甲国际伫连接啊。咱为什么当面啊找讲咱甲伊世界的关系时阵，原来这衬托互咱一个观点是讲吼，其实咱愈深，咱有一句话讲 ，old is new 嘛吼，愈在地愈国际的时阵。真正伫遮学出来，咱讲哇，咱真侪故事，咱在地佫唔知。世界要来台湾佚佗的时，咱需要甲这个观点甲伊讲，知影讲咱的关系了，伊就知影讲吼，台湾其实是世界中心安尼啦。所以我像安尼，真侪人讲看到我想到因阿公啦。做学生的时阵会当靠爸爸妈妈，啊，真侪人就是拍工吼，做线工赚的钱，就是家己迄个就是买东买西的钱。啊，但是事实上出社会了后，其实咱拢爱食穿嘛，就是别行，但是要买物件，其实拢爱钱。那当初是恁哪会想要讲，转来到宜兰这个所在做这个工课？其实以我来讲吼，我本身就音乐的专长，所以迄当阵就直在演奏。啊，其实拄好家己有这个。固定的收入，啊，拄好嘛看到阿嬷有一间旧厝，啊，需要人整理，啊，内底也无咧使用，规矩大家人少去内底耍音乐，啊，内底去耍了后吼，就感觉内底拢足水的，啊，就是开始像爸爸，我问阿嬷，我会使用音乐去经营去整理你的旧厝无？阿嬷讲好啊，拢我去啊，但是我问着阿公哦，阿公讲无共，阿公讲你来教创啥？无其他谈，啊，但是我问阮爸爸。爸爸，阮爸爸讲，你是咱定定拢做人不爱做，然后我就气着。什么做人不爱做？是人想要做，唔知要安怎做。啊，阮爸说对咪，因为伊家己嘛想要整理伊的旧厝。啊，其实嘛真侪人讲，恁爸爸迄边都有旧厝，你哪会去整理？阮爸讲，迄后盖要去大楼，既然后盖这个物件一定是无去，我做的物件无去嘛。安尼规矩我就问阮妈这边。
啊，阮妈这边阿嬷偌支持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转来讲，我会晓唱歌，我会晓音乐，啊，我会晓赛车，系啊，啊，我会晓做老师共教，安尼规气都直接转来，拄好嘛有做老师，啊嘛有稳定的收入，啊，所以去算旧厝，就会使愈算愈久久长长。结果真正戏边卡徛久都是你的啊，就真正愈来愈有人要叫阮来斗3工，啊，若斗3工都钱哪趁，都惊去啊吼。都钱去啊。对，当然啦，就是讲真正就是戏边卡徛久的人，啊，当然这背后真侪点点滴滴，咱较听继续来分享吼。就是讲，其实恁做呢遐尼多物件了后，你会当小简单介绍恁的业务范围有啥？因为我看恁讲有出版品出来，吼，你小简单介绍一下啊。对。其实我讲做田吼，以早咱阿公细汉时阵，迄大拢买课咧吼。为啥物安尼讲？你做田了足侪物件，你搁家己去手做安尼时阵，发现讲原来阮搁有这能力，他做足侪代志。所以大家除了讲种田了，咱搁爱做食农老师啊，做爱去做导游啦，爱去做翻译啊，英文的啦吼，啊搁爱做一寡你讲你 podcast 的 YouTuber 啦吼，啊，他搁爱为什么搁爱出册？就像讲咱在地足侪故事。你无出，人都唔知啊。嘿啊，咱想讲，歌戏这个物件，啊，就是讲，咱教科书内底敢无写讲足侪，敢咱宜兰在地，咱家己本地歌的物件是。啊，菜车内底嘛足侪物件，足侪老师讲伊唔知要哪介绍。啊，咱就甲咱平常时你导览的时阵，足侪老师讲趣味的论饼糕啦吼，还是讲伫遮拍铁的，还是讲遮无多的一寡点点滴滴的，咱来写内底，其实要互老老师参考的时阵，伊通做教材啦。啊，但讲要介绍菜市啊，甲咱生活的关系，至少有一本。咱在地，像咱带来27个国家内底外国人来遮的时阵，啊内底嘛是会看到讲吼，伊对咱的观点，例如讲吼，迄个美国人讲吼，恁内底菜市有够足清气的，足清气，系啊，对啊，咱毋是讲拢是淡淡啊，拢有味哦，啊你是安那比较？啊伊讲伊去迄东南亚安尼转来佚佗了，讲你台湾的菜市足清气，原来是安尼，啊咱毋是拢讲咱来甲日本啊、甲欧洲啊伫比较的时阵，原来看你安那比较。重点是咱要比较，咱比较袂了啦。咱当你什么所在是，咱好好看咱内底有一寡好的物件，是有够较侪物件，通互人去注意到安尼。对。啊，而且我看恁的这个出版品哦，比如讲《打开阿嬷我爱你》迄本嘛，还有一本。其实我看恁的迄个册啊，特别是迄本《打开阿嬷我爱你》吼，其实伊是我看起来是有台语的罗马字是。嘿，有，就是迄当阵常常在唱歌，啊，我有出一张唱片，啊，唱片内底有10条歌，啊，一定爱主打嘛，主打有3条歌，所以一个叫《打开阿嬷》，一个叫《阿嬷旧厝》，啊，一个叫做《甲水共生》。啊，拄好这3条歌，我就想讲。出3本册，所以每一本册拢是一条歌，啊，内底拢用一句台语话变做一个画面，所以改变做红仔册。因为真侪人拢叫阮去表演去唱歌，甚至讲去咱国小，也是去学校哦，即嘛全宜兰的学校，阮拢要走遍遍啦。嘿，啊伊就讲，啊哪有法度会使唱台语歌啊？真侪囡仔嘛爱台语，因为我拢会问伊讲，啊你是要我唱台语歌还是华语？啊因真侪人拢举台语，但是都听无，所以我规气啊，我要来出册，互恁知影讲听到这句话的时阵，原来伊是讲这个故事。对，而且伊这拢是家己画哦，我要唱啊，我要画图啊，字搁写了水啦。无啦，因为出册真贵，我规气哦，甲迄个洗落来，米缸甲洗落来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这嘛是伊做了了，才发现讲原来伊画图一寡能力都安尼发现了着安尼啦。嘿啦，有影有影。就是讲，其实事实上真侪物件吼，就是你爱家己参与在内面的时阵，你才真正会当了解讲，其实你会当做有啥物。啊，因为你个是恁是在地人，在地囡仔，所以以恁的在地观点，伫咧出这本里面，等于讲这是等于讲是以宜兰在地观点，伫咧看这个所在、这个世界一种风格。嘛，拄好是唱着这条歌，大家囡仔拢在开始思考。阮阿嬷几岁结婚啊？阮阿嬷青春岁月。啊，生做啥款？真正开始问因阿嬷讲，阿嬷你几岁结婚？结果问袂出来。你知影为虾米无？因为阿嬷以早是新妇啊！啊，啥物是新妇啊？台语课来啊！台语，唔是新妇哦，是新妇啊！原来阿嬷哦4岁，真侪人4岁时阵就开始爱嫁去互别人斗，嘛唔是讲嫁啦，就是讲我先甲你饲，后盖变做阮囝的新妇。对，啊，所以其实迄是一种历史过去的一种时代，一种无共款一款产物就对啦。啊，当然啦，就是像恁
遮尔啊拼死做的时阵，嘛是有等于讲，如果我今是一个观光客，所以我嘛是会当家己报名体验恁活动的。哦，一定会使啊！哦，阮业务范围这宽着，对啊，包罗万拿包山包海，对，包互人赚。我甲赚大客尔啦，你赚宜兰市啊，啊，你赚个。希望后届我袂看到恁去迄个什么玉田迄所底下人西。但是伊的五毛真正是要走全台湾的菜市啊。哦，对，唔且是敢若台湾，其实咱敢若工作的代志，若走去国际，其实真正需要更加侪外国人来咱的台湾的生活，先了解咱菜市啊。其实互咱一个观点啦吼，咱讲菜市啊无啥。你讲咱讲咱只欧洲的、美国讲咱菜市啊足水的，其实有更加侪观点是需要别人甲咱讲，咱才知影讲咱家己是真好安尼。对啊，真正。啊，你捌等过讲迄个人客，就是讲伊看恁的导览了，讲就是讲看恁的老厝啊，啥的吼，除了吐槽这是一部分嘛，因为伊嫌或者是买货的人嘛，对吼。啊，当然啦，讲有迄款就是伊颠倒去思考伊家己，吼，啊，等去。看伊的在地。其实我带菜市啊，其实虽然讲带足侪外国人、甲老师、甲学生啊，其实老实讲吼，我感觉我学的上侪，为啥物？大概有的无学生、无共款学生啊，是讲外国人来时，伊只讲一个答问的问题，就可能无共款。啊，迄个答位迄只个时代，伊回答的时，就感觉就讲，足侪物件我无听过，足侪故事的。就讲有一届有带一个美国人嘛来坐咱菜单顶头，伊就甲我讲哦，你的紫色一条长长迄个菜是啥物菜？嘿，啊，咱直接想到讲紫色长长的迄个蔬果，迄个物件，咱讲球嘛，球嘛吼。但是甲我讲 what is this？ what is this？ 啊，你哪唔知？啊，我拢知影这叫球先。我就咧想讲，啊，我要来甲你解释这个物件叫球先。哦，原来球的英语叫啥 ？eggplant。egg 嘛吼，卵啦吼，你宜兰腔讲卵吼，蛋吼，卵。啊，卵就生安尼嘛。对啊。哦，伊讲甲卵生做共款的这种植物啦吼，伊叫做球。原来美国因细汉看到迄个球都敢若卵共款。圆滚滚。对，啊，这个互咱思考讲吼，其实咱思考是讲，无共款的国家内底无共款的这个球的种类，啊无共款的形状了，你都无共款的食法。啊，你要哪学的时候，其实咱台湾的菜市内底，除了讲咱有看到圆的，有看到长的，咱这原住民嘛会敢若轮胎共款的一种苦切。啊，咱东南亚的一寡单位嘛，看一寡敢豆啊共款的白白黄黄的。我来叫吼，足侪种的。所以变做是咱食菜市啊，唔只是讲来遮学讲咱遮的四季的一寡植物是咱看食啥物菜，重点是世界生活方式，咱食菜市啊嘛有一寡启发伫遮通看到安尼啊。对哦，所以等于讲吼，设一个菜市啊吼，因侵入到在地了后，唔那伊家己带讲故事的这个人本身以外，面对着外国人吼，甚至咱台湾吼其他所在的人来到宜兰了后，甚至啊，搁伫咧宜兰在地这个大头的头家，这四种人拢有无同款的学习甲感受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内面有真侪故事，也真侪心声，咱先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讲。细汉的时阵，甲妈妈同齐踅菜市啊，应该是真侪人共同的记忆。毋过少年阿公房子围较无共款，因为伊是伫咧全宜兰上大的传统市啊南北馆市场内底大汉的，逐工出出入入拢是咧踅菜市啊，自然伊对菜市啊就有讲袂完的记忆甲感情。在咧1939年的时阵。迄当阵的市场叫做宜兰街食料品小卖市场啦吼，简单讲就叫宜兰市场啦吼。咱这个市场底其实120几年迄个壁搁留着啦吼。当阵的咱的壁顶头吼，有这个十字的这个窗花啦吼，老物留下来，咱就有机会去看到内底的历史。人济所在就是钱济所在，市场的楼顶伫咧1980年代，互人规划做宜兰头一间百货公司。也就是南洋百货公司，迄当阵来遮采买看电影，会当讲是上时髦的休闲娱乐。其实这以前有3个厅了哈，目前只剩下这个厅还留着。对不对？这个空间太有气氛了。其实这个电影有真侪宜兰人的在生活的回忆伫遮。台湾传统的菜市啊，会当看到真侪台湾人的习惯。嘛会当感受到台湾的生命力，也有人情味。毋过时代的演变，
出现愈来愈侪超市甲大卖场，洗菜市仔的人就愈来愈少，嘛愈来愈少人会当了解菜市仔的可爱。这时候，自细汉就伫市场大汉的少年阿公朱维感觉真唔甘，伊就决心要来将菜市仔的生命力甲文化讲互更较侪人知影。果咱遮百工职人，哇，有啥物伫遮做鱼丸、卖草药啊、做润饼糕，哦，其实咱在地需要，这是咱以早百年进前留甲咱的遮在地饮食的文化。所以有啥物讲菜市啊变做是，伊当毋是一个买菜所在尔，伊是一个学校，甚至是一个博物馆。咱他带学生啊来踅菜市啊，带外国人来踅咱家己在地菜市啊，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在地生活的文化，为踅菜市啊开始。在这拍开始之前，嘉豪先要先问观众朋友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住伫台湾这么久长的时间，你对台湾敢有熟悉？那准讲你是真熟悉，或者是当咧熟悉当中，你是用什么款的方式伫咧熟悉台湾这块土地咧？所以这个问题，又我们来请教到咱的公妈吼、公干妈吼，然后恁听讲吼，恁环岛啊。台湾其实恁是去几落届对无？啊，去6届。去6届，哇，真太多。我其实我无恁做，就是讲每一个人环岛的方式就是无同款。像我啦，就是讲我环岛，因为我就是之前我是大做妈祖研究的，我嘛是拜妈祖的，所以其实全台湾的妈祖庙吼，你甲我讲，你住台，讲我住台南，我住宜兰台，讲我唔知搭一条路，唔知甲讲妈祖庙，你甲讲庙，我上紧知影。所以就是我。环岛的主题就是妈祖庙，要安尼像恁的，去6届总无可能，6届拢是去食物件吧？我环岛是演出咯，我先讲一下，阮是演出，就是用音乐来换这个大的所在。开始就是阮一定会经迄个爱土地的所在，所以不管是顶仔卡，还是去恁兜，还是讲一个简单的产地。阮拢会使去，但是尽量阮拢袂去选啥物百货公司，做起来的啦。阮袂，所以开始就讲，要来去演出啊，一个关市一工，所以阮就演差不多1点钟、半点钟唱歌，半点钟阮就来开始叫咱少年人出来讲话，讲咱宜兰在创啥，互恁知影，尽量来做交流。其他的时间一工一关市嘛，甲演出1点钟呢，其他都是公共服务。事煞用安尼的方式来熟悉，就是讲咱在地有啥物故事，真正家己写做歌。对，所以其实恁环岛的这个方式是真特别吼。其实你是拄仔讲是恁新开始的时阵嘛，落尾才会环岛才会线路安排啊，还是讲恁的迄个目标啊，大概有哪几种哈？其实要去的时阵嘛是，唱歌嘛，主要是用音乐去巡回去。交流的时阵，我要创啥咧？去挂物件甲掠零啦吼。是啦，其实对是，咱其实嘛是你想讲吼，其实咱爱土地的人，台湾四界拢是，这个人其实袂孤单。但是其实咱伫在地徛久时，咱就是爬去遮的时阵，真少有机会去看别人伫别位做啥物代志。阮伫宜兰嘛，咱屏东啊是讲高雄遮，其实是无共款的生活方式的时阵，咱就趁这个机会，咱来去遐别位环岛的时，去了解人的生活，先去遐斗3工，用音乐交流过程来讲歌啊时阵，我记我伫迄个台南的迄个歌店的迄个山野卡、山野树仔卡啦吼，我感觉迄工有我足侪印象深。咱坐喺山野的树仔卡的时阵，迄个足侪阿公阿嬷拢坐喺遐，为啥物？迄个船长搁放迄个放送出去，放送时阵，今仔日2点啊，困饱无用无代志的，来遮听歌啦吼。迄当阵就讲，其实咱当足侪少年仔想要转去咱农村的时阵，要了解时代一寡故事，爱访问。以前拢伫活动中心内底啊，你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我感觉足无聊的。但是咱讲用有讲有笑的时阵，伫树仔卡的时阵，电脑是足侪故事就安尼出来，伊佫会唱歌互咱听咧。唱歌了，咱佫唱转去就交流出来的时阵，伊佫变一条新的歌佫转去啊。所以这会发现讲其实咱但伊伫环岛的时阵，咱就选无共款的所在。有当时从少年来讲，遮熟悉的朋友也好，还是讲遮唱歌的朋友也好，咱共款的是无共款的领域的时阵，感觉足侪交流。咱脑力激荡的时阵，其实咱嘛对于咱遐社区的一寡少年仔去甲斗支持。就感觉讲，遐有一寡咱的高雄林园遐一寡少年仔伫种田，种田了伊帮遮时代卖长头。迄农忙是根本就是
拢袂好收啦吼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咱拄好去斗3工的时阵，嘛甲减收一寡时间的时阵，哇，咱嘛学足侪物件哦。就感觉讲迄个长头伫宜兰都无安尼种。嘿，咱宜兰水就伤济，虽然讲咱的长啊足出名的，但是咱南部遮的长头，伊迄大的。哦，原来迄个长头伫采收的时阵，咱先甲挂起来，互伊伫田底困3工，爱晒太阳3工啦吼。啊了时阵，互伊莫阁生长的时阵，再来甲采收了，叶啊挂起来了，甲送去菜市仔去。哇，这伫宜兰绝对体会袂到的。真的。嘿，所以嘛，你想讲，其实大家安尼，台湾四界爱土地的人也是搁好，也是讲遮农业也好，其实咱互相交流，互相斗3工，伊早就一个搬盘的文化吼，放饭文化，都是安放盘，都是安尼来的啊。啊，所以咱来重新来甲体会一届安尼。对，就是其实真侪代志是爱学放盘的啦。对，安尼像你安尼做遐尼侪代志吼。其实即个上较重要问题，就是其实问题想要请教你讲，恁敢毋想要讲恁家己，比如讲做一个计划啊，向比如讲什么，恁在地即个文化局啊，是讲什么文化部请类似即个，比如讲不管是文化的迄个案件也好，或者是讲就是讲迄个青年回乡的这案件无，恁捌有做过无？其实阮写计划书嘛，写要几百本啊。系啊嘛。就拄好有写这个计划书的经验，互咱有这个全面的概念。啊，佫会使做资料，啊，佫会使消化，讲咱一年在做啥，3年在做啥，今年才1年啊。其实透过就是写这个计划吼，去申请过程，不管有过无过啊，其实对恁家己本身来讲是一种资料，一种鉴定嘛。你嘛知影讲，其实毕竟就是讲，比如讲政府单位、文化单位，其实要审这预算福利的时阵，其实文化其实拢有一个目标性，想要做搭一个工作。所以总是恁会知影讲，这个做这过程当中，安怎甲伊系统化，甲伊物件甲伊资料化、数位化，这等等哦，其实这是对家己是算是一种帮助啦。对啦。其实也是家己大概你写的过程嘛，是感觉讲你是咧复习啦。你要安怎讲，互人上简单，你图表文，互人知影讲你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，愈简单愈好啊。啊，咱别人的时阵嘛想讲，哦，原来你要做的代志，可能别人嘛想要做，唔知影要安怎做啊。啊，至少你先做出来，有啥物咱要甲菜市啊当做是都市人行喺农业的一个入口的时阵，咱讲菜市啊甲农业有关系，为什么安尼讲？迄就是一个生活的所在啊。啊，过来你个菜市啊嘛是一个文化，所以那你安尼讲起来，这10几年了后，刚好人讲吼，其实咱讲农业就是敢若等于讲咱的生活。等于咱的文化，或等于咱的菜市啊，咱甲连接起来讲，哦，真正咧，讲农业真正对咱来讲生活足远的嘛。踅踅菜市啊，你数据咱讲永续的时阵，踅菜市啊嘛，当互你永续生活咧。对啊，讲到这农业这部分哦，听讲你有去到日本去甲人交流啊，做一寡展览是？对。咱这届是咱2023年的3月的时阵，有特别人甲咱邀请去日本去分享，讲咱种稻啊，种干来变在去做这个物件啦吼。其实这咱讲迄个寿司肯啦。哦，寿司肯。咱对咱来讲，可能咱种稻啊，就是要食迄个米。啊了后，咱遮的稻草是要创啥？要来做肥。吼，可能做一做田人就甲放喺田底做肥啊，讲抗草啊安尼嘛吼。但对咱来讲，其实足侪都市人无机会去接触到这个物件啦吼。所以变做是咱来为讲生活内底，咱食衣住行娱乐，搁较侪面向去想的时阵，伊嘛它变工艺品啊，传统用品啊。你看日本人做迄个西梅脑啊，咱的注连绳的时阵，哇，迄是直接传统庙拢爱放这去祈福。啊，其实咱台湾嘛有类似的呀，但是其实咱台湾有足侪创意的。咱的日本是讲拢很深度安尼，职人精神。对。但是咱台湾是广度。哦，咱的 DIY 啥体验足侪种的时阵，咱这个就是甲分享讲吼，其实咱都市人嘛，拢敢无机会去接受到这个农业甲生活的关系。做这 DIY 体验的时阵，伊嘛通知影讲，其实稻草除了讲摕做寿司肯啊，人讲伊早讲摕来做啥饲牛啦吼，起厝啦吼，啊真正咱食迄羹啊粿用这来去做的咧。哇，原来足侪传统的知识。你需要咱去做的时阵，去分享的时阵，其实世界每一个国家嘛，拢伫想讲传统要安怎个 old is new 找转来的时阵，咱来做，咱就发现在地故事、在地国际化就是安尼转来啊。对。因为安尼你去到日本的时阵，因为其实日本迄边伊嘛是有这
政策嘛。对。你安尼，你去到日本交流的时阵，你是提出台湾，你认为上有台湾特色的物件，去甲因交流，你会当甲咱分享讲你是炸啥物物件？好，我甲菜市啊炸起啊！哇！有啥物通讲菜市啊？同款啊，咱是讲其实日本嘛是足发展的所在嘛，咱足侪物件都市啊，是讲咱遮的社会发展经济嘛，好拢伫参考日本。但是日本比咱早10年了发展，伊中有足侪咱传统的物件，可能嘛愈来愈少啊。就咧讲菜市啊，咱这个所在，我一早带日本人来踅咱那个菜市啊，伊讲日本无咱这种台湾这种传统的菜市啊，伫路边安尼，迄种的感觉，伊拢伫商店街内底啊，拢伫迄大楼内底啊，是讲拢互你伫室内内底。嘿，啊，做这种感觉就讲吼，对啊。其实咱拄好有日本无的物件，咱甲咱这传统介绍互伊的时阵，有足侪人来甲咱台湾讲，迄拿兹甲死啦吼，足怀念的。因以早因祖先来甲咱台湾生活，虽然讲来咱遮统治啊，啥那拢好，但是重点是留足侪物件伫遮。伊伫遮找到咱甲伊生活的关系，是菜市啊变做是一嘛是因来了解咱台湾生活的文化，甲日本连接的一个入口安尼。所以来踅菜市啊嘛好，来遮做这 DIY 嘛好，来遮食传统的食物嘛好，就变做是来台湾观光时会记来踅宜兰的菜市安尼啦吼。对，啊讲到吼，你唔呐深入在地，而且是徛伫咧在地看一个全世界，这内面有偌济咱唔知影的点点滴滴咧，咱较定啊休困一下，继续来讲。伫阮做歌戏的内面有一句话，讲做老爷饭进念啦，吼，这进念就是讲吼，即个做演戏的人吼，唔管安怎外口设一年，最后佫会登到一个行业。要不然请教着咱的两位吼，讲这个10年来到第11年的时阵，在这段期间吼，其实恁认真拍拼啦，唔管是有好的成果，或者是碰壁这个过程，恁敢有当着讲咱规气就是放弃啊，卖做啊，反正即马这侪观光客要去到宜兰啊，到底恁有想要放弃过无？其实我差不多做第3年的时阵，迄当阵阮妈甲我讲，你是毋是无适合做这个？我讲是安那？因为保险都无扣着钱的，你的迄口座内底无钱啊。无钱。因为我都想过直直算啊，太好算去啊。我想讲，我其实嘛不理性的家己问啦，问讲我若是真正无够有收入啊，是毋是真正无适合？然后结果阮真侪朋友啊，真侪同齐都是伙伴啦，阮拢讲伙伴，因拢出国。迄当阵之前有斗3工，后来就出国了后去德国的啦，去美国的啦，去日本的啦，去澳洲的啦，去迄个英国的啦，拢转来啊。这样讲你这袂使停哦，是安那？人阿都喺外口做迄个文化资产做到外口咧，迄观光客拢做有起来了，佫会使看到家己台湾，对，讲你家己国家的物件拢会留起来。嘿，我有感觉讲，真正这个，我欠人工无你看要做啥，互你做。真正因家己来啊，因家己来讲好，安尼要家己成立一个社团，也是讲要去遮做工课，也是讲伊熬做一寡花草，伊就要来整理，所以愈来愈侪。我拢袂甲组织讲，看伊要出去外口待，但是因家己入来了，就知影要做啥，所以阮就60个朋友安尼组团起来，60个人，嘿，60少个人。其实甲迄旧厝留落来，就讲足侪人拢有阿嬷阿公的遐旧厝，但是家己拢无去啊。透过这个机会，阿嬷佫留着这个要100年的一个旧厝大酒店，迄拢佫伫的时阵，原来这度足侪少年仔同齐来，伫网络嘛好啊，伫外国来好，其实就想要讲同齐甲这个物件留落来，文化留落来，同齐做一寡代志安尼。从我当阵嘛是因为田无人用嘛，对农业有兴趣，就是去斗3工了，发现讲其实农业真正足好耍的。但是有迄个田无用的时阵，咱发现讲农业佫有足侪唱歌了，人就会来到农村想要听歌。即当阵咱就来介绍讲咱在地农产品啊，遐阿舅阿公阿嬷做的物件，咱来推广的时，餐桌就出来，小旅行就出来，佫来出版唱歌的时阵，足侪物件，咱透过即个音乐甲人
考起来了，咱农产品就通安尼推广，就较行销啊。对啊，大家人嘛问阮讲，啊，阮两个是安怎熟识？啊，就拄开始伊就是爱参加一寡守护土地活动。对。啊，我是负责去内底唱歌。啊，就感觉那有一个人吼，直直听我唱歌，听到最后安尼，啊，伊就开始讲吼，伊嘛有一寡活动会使用我的歌去分享无，啊，嘛算 YouTube 安尼。对。嘿，啊，我讲我旧厝有一个团体哦，你有要来同齐来斗相共无？啊，才顺续安尼较熟悉安尼。哦，所以两个是安尼。你什么意思啦？慢慢安尼叮叮当当。假吧，甲这假吧。无啦，啊，就感觉拄好，感觉讲，哎，这囡仔有影袂歹啦。是，多谢多谢。少年的啦。真正吼啊，当然啦是讲付出这段期间，也然是像你咧，因为伊当然看下伊的个性看较热痛寡，也然是本身会感觉烦恼，因为毕竟你进前就是其他的食头路，你爸母一定会感觉讲，哦，这进前迄个佫较好啊，有啥无代无志，你等下要补这，时段咧又讲，你为什么要补这？嘿，对，这才真正的吼。阮母阮爸母烦恼到要夭寿哦。嘛是其实差不多嘛这3年，迄当中我就转来伫遐种菜的时阵，我讲哦，你真正拢早出国去飞出去伫遐做经理啥？为什么你要转来做这？迄当中我感觉这3年中间嘛是发现讲吼，其实咱伫农业、咱伫农村生活的时阵，伫遐耍的时阵，其实爸母拢伫都市内底菜市啊伫遐卖衫。为什么拢会直直烦恼讲咱袂食清，趁无钱？发现一个问题是，伊无看到咱伫创啥物代志，伊无来农村嘛，咱伫挂钓伊嘛袂来嘛。但是果伊袂来的时阵，咱头壳佫变一个，你也袂来，无我来去找你。有外国人来，有学生仔来，咱就农产品做了的时阵，咱体验做了，咱来去洗菜市啊。一届、2届、3届，上尾有一届，阮母也讲讲。你明仔载要去带谁来？我要帮你做啥物代志无？发现讲原来，开始支持啊！伊开始看到啊，伊佫开始他参与阮咧做的代志。然后讲你明仔载要带谁？我要帮你炒啥物物件，你加菜者无？变做伙伴啊咧！一世人的伙伴走袂掉，因是家己的厝的人啊。所以变做是重点嘛是要互厝的人知影讲你做啥物代志。虽然讲拄开始可能毋知影你做啥，因无参与到的时阵，慢慢1年2年了，别人会去讲啥物新闻，佫讲啥物时阵，当阮爸嘛会讲我们迄囝佫带美国，佫带到一个国家来的时阵，会晓甲你说做啊啦。你拢伤谦虚啊，交通部拢指定爱伊去介绍台湾。那当然啦，恁就是真做一个回乡的青年啊。恁等到宜兰这个所在吼，恁讲10年啊嘛，在这个10年当中，恁看宜兰的演过，甲即马自恁的目睭来看，有啥物款的变化无？讲到这吼，讲到这吼，其实心内有一个疼啦，有啥物安尼讲？其实咱大概去讲出国了，还是讲去外地转来，大概转来宜兰拢发现讲咱这产地愈来愈少，去愈来愈侪老仔厝，重点这老仔厝毋是人住的，是要搁卖出去，要去投资迄种的。我想讲，其实咱拢希望讲农业它发展继续来传落去的时阵。这农业要哪使用？原来咱这社会就讲少年仔无要种田啊，时代佫愈来愈大。你这产地如果是想讲这是要生产的时阵，你看种田甲种厝，大家赚较济。你想想嘛是种厝，要卖去赚较济嘛。你安那想伊就对产地拢变厝啊嘛。所以咱当就是头壳要搁变一个。咱讲为啥物要洗菜市啊？咱要用农业佫较生活化的时阵，都市人你想讲农业生活要哪生活？食衣住行娱乐，有这个面向，咱食农嘛，甲你第一阶段尔时阵，衣住行娱乐三这拢农业来的时阵，为什么咱个调查阮他做安尼时阵，这都是咱搭要讲食农家庙，佫较侪都市人知影讲农业毋是干那讲种田甲种厝，中间佫有足侪物件创业，咱通去想的时阵，哇，这教育学校拢需要佫较侪学生来洗菜市啊，去农村。菜市啊入口了，嘛是要等去农村，土地你也无留着，假如哪有一寡2级、3级产业无可能，所以至少咱甲咱的农业搁保持好了时阵，互较侪学生啊知影讲，这有这侪创意、这侪机会通来耍，重点是要先耍啦。其实我最爱的就是最近全世界拢讲你做啥物代志拢要有 SDGs，就是讲要有永续的概念嘛，女性创业啊，女性就是平等啊，要个生态啊，好，人拢讲你符合来，你做古厝符合啥？我讲这毋都是生活吗？我符合足侪
做侪种的，超过一半以上的，人拢当做阮做的敢一项。譬如讲女性创业，歹势，我不止女性，我讲啥？我讲有陆生态，因为阮头前有一个黄德基圳，迄个圳吼，会用迄个大陆以早吼坐阿母圳啊啥，拢会以早拢叫布圳，搁会使送一寡南北货，去咱的宜兰菜市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以早这个圳拢会使做水路的生意，其实吼，我。后来为什么会使做陆生态？陆地的生态都是因为吼，迄当阵伊讲50年会做大水，迄个水圳吼会满出来，所以因爱做建设。我就甲讲哦，莫啦，建设吼，你若拢做摩托吼，对迄个水生态无好。我讲无你上少嘛用石头迄种，结果真正吼有迄馆长拢有来看。有讲有差啦吼，有讲有差，真正搁甲码头做出来。因为我讲这个圳吼，行4个川，有这个三明川、白鹅啊、玉江，甲咱这个六甲川，所以每一个川要有一个码头，因为以早咱头前是拢阿母船在经过，全部拢在饲阿母的，赶阿母的，系赶阿母的，赶到迄水头的时阵，赶到水尾，就会使卖出去啊。迄故事就好耍诶。所以伊诶。人有啥物阿想，就是因为赶足侪阿母的啊。还有旅行社，以早旅行社看阮这做这带路的、带队的无兴趣，但是愈来愈侪人讲，我要指定去台，旅行社开始来，旅行社开始拢不爱行，迄有规模的，迄规模人不爱看，人即嘛无要去看啥物高楼大厦，讲要来看咱上在地，咱生活啥，咱在地食啥，伊对咱食。所以以色列阿公阿嬷要来农村听你唱歌啦。以色列每计划拢只要来台湾，拢会指名讲要来打客，要来农村，要来找咱这超过30个国家的导览先生。是。有。其实事实上吼，在恁的身躯顶下，咱看到等于讲吼是回乡青年拍拼，而且佮创造出真侪物件吼，唔管这是有这文创商品啊，讲家己恁这个活动设计啊，恁讲是一个规套吼，规套这个服务吼。所以其实讲恁拼出家己的一片天。当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恁对这块土地，你有啥物款的期待甲愿望？其实像少年阿讲，菜市仔经变做是我的招牌啊。虽然讲是招牌，但是咱真正希望讲吼，更较侪都市囡仔，咱来踅菜市仔过程，了解农业到底生活当中，还是唔敢若台湾哦。咱其实咱亚洲吼，世界你讲新加坡啦吼，香港、日本拢共款，都市的囡仔拢讲农业足远的。咱其实想要甲咱台湾这个经验输出去，介绍互因的时阵，重点是咱转来的时阵，咱大概转来咱宜兰的菜市，咱就发现讲，这其实这单可能无人做啊，时代可能再见啊，是安那吼。咱头遮做啥物代志时，发现讲吼，我细汉遮的回忆。我以早一个百货公司嘛，咧以早来溜冰场、保龄球场、撞球台、电影院拢有，但是这电影院单20-30档拢无人使用啊。咱真正希望讲有一天咱转来时阵，佮甲这个电影院佮拍开，邀请佮较侪咱遮的你讲导演嘛好啊吼，遮演员、影片来遮，因为足侪人伫遮看足侪电影的。你讲因爸母嘛是伫遮谈恋爱时阵，一个领过，迄当阵送一个领过做礼物，所以变做是一个电影院有足侪人共同生活记忆，咱甲足个拍开了，城市的记忆就转来，佮较侪人就关心咱的生活、咱的文化，就继续会传落去安尼。系啊，我嘛是毋茫讲，莫搁去咱的土地起厝啊，所以爱相信咱即嘛新的建筑的技术，咱会使就是开始活用咱的迄个旧的建筑无得使用的吼，咱新的建筑技术会使家愈用愈用，安尼咱相信咱即嘛学生啊，搁咱世界学这新的建筑技术，所以我就是茫就是安尼，莫搁去土地起厝啊，因为我发现哦，你若是起厝了，袂搁转去变土地啊。所以希望所有农业的，即所有宜兰的农地拢甲留落来，有农地，才有农业，才有别产业，才有一寡故事，才有文化，搁较甲世界介绍咱台湾的生活安尼。我确定是成功的迄个公共产业，就是因为咱在地历史甲在地物件愈老愈侪。Old is new 啦。系 Old is new。对，咱定定听人伫咧讲吼，这阿宝，逐工伫咧烦恼，究竟是要坐办公桌啊，也是卖水果？毋过只要是正当的头路，拢是
逐项好。今仔日咱看到吼，来自咱宜兰的仙女，啊，个咱的少年宫啊，因用因亲身的这个案例，甲咱分享到遐尼济。会当看到这个少年辈登到在地，因真侪物件是认真做、拍拼做，积下真侪的心血，希望将因宜兰美介绍互咱大家。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，甲咱分享遐尼济，非常多谢。也不离个呢哦，拄只的仙女自头姊妹讲伊外高唱歌，真正是无相信。所以最后呢，咱的这是台湾款，要在歌声当中，甲咱观众朋友讲再会咯。咱来请咱的仙女甲咱唱一个。西呀西呀西，来采一盒芒西来宜兰。西呀西，看你买啥物花。西呀西呀西，拄着你甲恁老爸，买只菜头粿，高粱菜腌菜一大把。每日买啥哪有时间来遐西西？你讲过节爸母拢会来遮买，真济哦，买真济哦。中秋节油啊月饼咧，啊好送咧，五二节包装买了10岁才拢买。中元节为着祖先着爱穿便便，三生四果阿想工课着来敬祖先。啊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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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，咱宜兰菜市啊，哪会遮尼啊好势哦？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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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，来宜兰西菜市啊，实在真方便。来哦，爸母爸母，食了袂翘久。来好食的美容鸡，芳芳酥酥的臭豆吃，赶紧来买哦！来啊，一包一包一包来，尽量一包啦！小姐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上水山伫遮载你看，载你见哦。谢谢。